根据统计，这台湾糖尿病的人口呢，已经超过250万人，而且逐冬呢是以2万多人的这个速度安尼增加。学会也佮有这百外医疗单位呢是来合作，对去年开始就来启动这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也佮有体重控制的计划。经过研究，结果发现讲，除了控制血糖，这体重嘛是关键。 一般民众的认知拢知影，若是血糖出问题，可能就会得到糖尿病。糖尿病学会指出，台湾目前糖尿病的人口已经超过250万人，当年以2.5万人的速度伫咧增加，其中有8成的病人拢有大块的问题。学会表示，过去糖尿病的病人拢是控制血糖尔，但是体重的控制也真重要，若是无站在恐惊，就会造成其他的慢性病。 体位也会影响到血压跟血脂所有的变化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边谈论这个体重的问题，所谓的糖锌胖这3个合一的问题。学会和百外间医疗单位合作，对去年开始针对糖尿病患者来做血糖和体重的控制计划。 有800多位病人接受完整的健康观念追踪和治疗，平均体重是减轻4公斤，约为减少5公分。嘛有超过5成的患者血糖达成理想的标准。医生提醒讲，对这就通看出，除了血糖控制体重嘛真关键。 糖蜜素它的作用，同时在这些病友的部分，如果说是糖胖症又合并有心血管疾病，那同时可以达到血糖管理体重的管理，还有减少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。 学会表示，为着家己的健康，病人应该爱主动去了解家己的血糖、体重、腰围，也个 BMI， 也着甲医生讨论选择适合的药物，这样法度长期守护健康，也保护其他器官的正常运作。记者陈新东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